美国深海观光的畅水艇泰坦号2天前要驶去铁达尼事故的现场，却雄雄失去联络。畅水艇5个人拢不幸过往。昨公布调查结果，指出讲船长无照标准作业，船的安全设计佮维护拢有问题。佮强调讲，这悲剧本底是无应该发生的。美国观光舰艇泰坦号2023年6月18日，载5个人呛水，落去北大西洋海底。去1912年弄到冰山蛇沉去的 Titanic 事故的现场，不过半中途煞失去联络。4天了后，发现泰坦号的残骸，船顶的人全部罹难，包括负责驶这架船艇的营运商，也就是海洋之门探险公司的执行长拉希。今嘛报告出来，美国海华防卫队公开调查的结果，讲泰坦号的事故是人为造成的，南是海洋之门探险公司无要意安全问题，这个悲剧其实未发生。That is reall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master of the submersible and in charge of the safety and was neglig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ot complying with any standards and not maintaining the vessel. 泰坦号的调查报告超过300页，内容讲到在2022年，就捌对泰坦号做过畅水的考察，迄当阵已经出现各样，不过海洋之门探险公司并无调查，嘛无解决问题，而且泰坦号伫设计、认证、医护甲检查的方面拢无合格。另外，泰坦号的船身是碳纤维做的。不过起造的方式有问题，地势结构强度无够，而且因公司想过靠设即时监控系统，并无详细查核相关的数据，所以就算已经出现各样，伊也是继续安排接观光客。From the Marine Board's perspective, we would have recommended to make a referral to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prosecute or to conduct a separat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 what we have called Siemens manslaughter. 事故调查的小组表示，这个案件有潜在犯罪证据。拉希若是要在世，美国司法部应该要对伊展开刑事调查。在事故发生了后，海洋之门探险公司已经暂停所有的营运。到目前为止，这间私人公司并无发表任何评论。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